再来看英格兰北部的都市绍斯波特有嫌犯冲入去舞蹈教室，害死3个囡仔，阁有11人受伤的事件。有人伫社群媒体放假消息，结果造成真严重的街头暴动，有39个警察受伤。首相施凯尔嘛出面谴责，强调讲会依法来处理。 几落千位绍斯波特的居民，3站伫咧市中心的广场，离开追悼3位年纪分别7个人、6岁、7岁、9岁被害女童。首相施凯尔甲内政大臣古博也拢到案发现场献花致哀。不过，伫咧追悼活动结束了，才无到几点钟，绍斯波特街仔路就出现暴力示威。 差不多100多位暴徒大声喊着反穆斯林的口号，甲基督团体保卫英国联盟领导人汤米·罗宾森的名，向警方弹玻璃杆仔、砖仔架，放火烧清真寺、警车，破坏商店。过程中造成39位警察受伤，其中8个人伤势严重。 因为场面失去控制，警方正罕见地引用《维护公共秩序法》第60条，伫当地启动24点钟过的盘查行动，也就是到31日暗时8点钟前，警方会让对任何可疑的人士赶查来检查。 绍斯波特这件造成3个人死亡、11个人受伤的野刀杀人事件，17个凶嫌的身份甲背景，有心人士伫咧社群媒体发布假消息，讲这是甲伊斯兰有关。英国卫报讲，伊右派英国解决党一位支持者，也是社群媒体网红所发布的相关影片，就被讲80万的点阅率。也内政大臣保守党的科维利3日伫咧国会，希望民众莫伫咧社群媒体分享这件攻击案的错误资讯，加深受害者甲家属的悲痛。内政大臣古博也赞成。I agree with him too about the responsibility on social media companies because we do need to recognise there are things that are taking place on social media that go against their terms and conditions and their commitments as well. They need to take some responsibility for that. In Southport, the haters aren't going to win. They won't win here. 伫案发了后，警方以涉嫌谋杀加谋杀未遂逮捕的17个青少年，爸母来自卢安达，伊是伫咧威尔斯卡蒂夫出世。2013年报告绍斯波特，警方表示网络顶传的各种有关嫌犯的姓名、背景、资讯拢无正确，希望大家伫咧调查进行的期间，莫阁乱传资讯。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辑。